我第一次喺香港嘅紅館嘅演唱會，直頭係難受。嗰陣時係出道嘅第2年，係好淺冇乜經驗嘅時候啦。忽然之間要開紅館演唱會，仲要一開3場，仲要一開就嚟4面台，剎那間太多嘢一齊要塞落去，我好似一隻填鴨，好難，真係好難。你每方面個壓力就真係好大，真係企到台上面嗰刻啦，我先至發現咦死啦，自己原來唔係咁 handle 到。我好少企上個台度，然後我有嗰個我而家想即刻翻屋企瞓覺嗰個念頭。嗰3場演唱會，我只係同自己講就嚟完㗎啦，頂住啦，捱住啦。當然有少少享受嘅時刻，但係我諗有60%嘅時候都係難受緊嘅。咁所以係一個急速成人禮咯。今次咧就唔同啦，今次我係好希望自己可以100% 放空嘅，我要好好地咁享受呢個舞台。